思明，我係黃之俊咯。呢個男子輕量級嘅決賽 B67 嘅賽事，競賽對咗唔使再多講啦，係子俊對子榮啊。比賽紅衫藍二，雙方各被扣2分，子榮係攞多1個警告嘅。防禦成功，手，哇！都係避到啊！哇，好險啊！即係走個位。屌啊！比賽仲有過咗35秒到，大家攻距離好近啊！好近，係少過1米。打啦！基本上雙方是打過一上腳咧，亦都係中嘅。比賽紅衫藍二，只係接被警告，因為頭先係3點着地嘅。雙方都係被警告咗5次。紅衫藍二。5分啫喎，咁好難，唔係只係贏緊1比1。第二回合仲有50秒。兩個都4個，係咪？頭先嗰下攞咗個主動勢，不過停一停冇晒乜都。雙方亦都係第6次被警告啦。咁如果佢哋再攞多2個警告咧，就會 double KO， 就係兩邊都會被摟出局㗎啦。冇人嘅冠軍咧。紅衫攞咗3比3。點解8分嘅？裁判認為咧就俾人係犯咗規則先，犯咗規則先，所以就被扣2分。犯咩規啊？3藍2出界。唔係中咗先出嘅咩？19秒。睇唔到啊，因為好似咁按真係辛苦。非常之精彩。第2個回合啊？唔知。打和啊！第2個回合。打和啊！係啊，唔係啊。回合結束，咁而家就會即時進入呢個第4回合，即時死亡嘅回合啊！唔係呢個一個係正常，一個非常精彩，頭先黃子榮嘅。讀咗先，繼續子俊對子榮第4回合，即時死亡嘅回合嚟㗎。雙方只要是打邊攞到1分咧，就會即時贏出呢場比賽。喂，條招行開，只需要1分嘅啫。所以都係1米以外嘅距離，咁所以亦都未必唔發著招。正拳。已經過咗大約30零秒到啦。兩隊攻，因為大家都去到好近啦。而家冇晒警告㗎啦。係雙方喺技術交換嘅時候就有碰撞，咁應該係子俊嘅左邊嘅大髀嗰邊咧就受傷。佢不嬲，咁樣碰撞都係好，應該係好大力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可能真係會影響到佢嘅表現。我覺得希望阿子俊可以加油，可以完成呢場比賽。再加油！咁啊，主審就話要俾佢休息，係用1分鐘時間休息。繼續決賽嘅
比賽繼續，去咗1分10秒。子俊對子榮，即時死亡。雙方只要其中一方攞到1分咧，就會勝出呢個量級嘅賽事。就係峰迴路轉。男子量級冠軍㗎啦。做咩佢去咗？有力啊！掟遠啲。賽咗57秒。係啦。梁子榮攞到自勝1分。比賽仲有52秒嘅時候。